贵综合病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玲表示，急性胆囊炎发生的原因是因为结石卡伫咧胆囊管，随着胆汁滞留，胆囊内底细菌滋生，造成胆囊发炎。主要症状有上腹部痛痛、正边的肩胛头甲后背痛痛等。痛痛情形尤其容易发生伫咧食饭了后20分左右，有以上的状况，就有可能是罹患急性胆囊炎。典型的话，症状上可能就右上腹痛或者上腹痛，那它有可能超发期在饭后20-30分钟，那有可能会牵扯到右边的肩膀的地方也跟着痛。那比较厉害，有的人会发烧，有的人不会。那可能来到医院以后，医师会透过一些检验，甚至超音波来做诊断。针对急性胆囊炎治疗，医师会采用抗生素、注射补充营养等等。若是患者身体状况稳准的话，医师建议进行胆囊切除术，也就是胆囊引流术进行治疗。胆囊炎的治疗一般，基本的话会让病人不要吃喝东西，点滴帮忙营养，然后抗生素治疗体内积聚的感染。那处理的话，如果病人的症状轻微，那没有一些共病，那麻醉风险也不高，会建议早期就进行胆囊切除术，把胆囊跟结石永远除掉。那如果病人的身体发炎起来已经蛮严重了，那身体也不太适合开刀，就会用胆囊引流术，度过这一波急性期。但胆囊结石还在他胆囊内，日后可能会提醒他，还要再留意再次发生问题的机会。医师提醒，胆囊结石可能会引起这种并发症，患者应该少油、高蛋白食物，莫避免长时间无食物件，以减少胆结石的发生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